如果講起全世界最有號召力嘅高等教育體系，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美國。過去幾十年，無論係歐亞各國嘅精英子弟，抑或係世界各地有志向做研究嘅年青人，好多人嘅夢想就係可以入讀美國嘅頂尖大學。呢啲學府唔單止出過大量諾貝爾得獎者，同時亦都吸納全球各地嘅人才，科研成果源源不斷輸出。美國大學呢塊金漆招牌係美國軟實力入面非常重要嘅一環。但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之後，成個局面發生劇烈嘅轉變。佢將矛頭直接對準國內嘅高等教育，發動一場全方位嘅高等教育之戰。執政嘅頭一年，白宮陸續推出行政命令，修改學生貸款法例，用凍結科研撥款作為籌碼，調整國際學生簽證規則，對幾十間知名大學展開聯邦調查，強迫院校改變校園入面嘅運作模式。一年時間過去，呢一連串政策帶來嘅真實結果已經完完全全攤開喺世人眼前。美國大學過往建立起嘅光環開始出現一道又一道嘅裂縫，好多人都開始問，曾經萬眾仰望嘅美國高等教育究竟會走向何方？要明白呢場戰爭點樣爆發，首先要睇特朗普團隊對於美國大學嘅核心睇法。喺執政團隊嘅認知入面，今日嘅美國高校已經變成一個被左翼思想主導嘅堡壘，校園入面推行嘅多元平等項目被視為扭曲招生標準，好多社會科學嘅研究方向同白宮嘅價值觀產生衝突，部分校園示威事件更加成為政府出手介入嘅藉口。喺過往，美國聯邦政府同大學之間有一個長久以來嘅潛在共識，大學擁有相當程度嘅學術自主權，聯邦政府只要透過撥款資助科研，唔會隨便插手學校內部嘅招生、課程同校園管理。但特朗普團隊直接打破咗呢個默契，將聯邦手上嘅幾十億科研經費變成談判嘅武器。只要學校唔願意配合白宮提出嘅各項要求，就會面臨調查、警告，甚至直接凍結已經批出嘅科研撥款。過去一年，美國教育部同司法部聯合行動，對超過150間大學展開各式各樣嘅聯邦調查，由校園歧視問題到院校嘅捐款基金運作，再到課程內容同學生活動，全部都納入監察嘅範圍之內。當中最受外界關注嘅就係幾間常青藤名校遭遇嘅衝擊。哥倫比亞大學因為校園示威相關嘅調查，被聯政府抽走巨額科研資金，最後只可以選擇同聯邦達成和解，支付大筆和解金先拿回部分資助。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亦都先後要支付數千萬美元，平息聯邦層面嘅調查壓力。哈佛大學就選擇硬抗到底，拒絕接受白宮提出嘅改革條件，結果面臨幾十億美元科研撥款被威脅收回。政府一度打算撤銷哈佛招收國際學生嘅資格，後來先被聯邦法院暫時叫停相關措施。雙方嘅官司到今日仍然持續緊進行之中，躊躇之。除咗用經費施壓之外，國會亦都通過大規模法案，直接改寫成個高等教育嘅遊戲規則。當中影響最深遠嘅就係針對學生貸款系統嘅大幅度調整。呢個改變直接觸動幾千萬美國年輕人讀大學嘅現實負擔。美國好多普通家庭嘅年輕人，如果想讀大學，特別係讀研究院同專業學位，很大程度要依靠聯邦提供嘅學生貸款。從前有收入掛鈎嘅還款計劃，收入唔高嘅時候可以降低每個月嘅還款額，保障畢業生唔會因為讀書而陷入無底嘅債務深淵。新法案之下，舊有彈性還款計劃陸續被取消，研究生可以借嘅聯邦貸款設置終身上限。過去好多研究生依賴嘅貸款產品直接終止，咁樣一來，好多想繼續讀研究院嘅年輕人，聯邦貸款唔夠用，只可以轉向民間貸款機構，而民間貸款嘅利率更高，對於借貸人嘅保障亦都少好多，風險全部轉移到學生同家庭身上，常參慘。與此同時，政府推出新規，如果某一個學科畢業嘅學生整體收入達唔到設定標準，呢個課程就會被取消聯邦貸款資格。換句話講，未來好多人文社科嘅科目有可能失去聯邦層面嘅資助，普通出身嘅學生想讀呢啲專業會變得越嚟越難。
另外一項爭議好大嘅改動就係提高擁有龐大捐款基金嘅私立大學嘅稅率，好似哈佛、耶魯、史丹福呢一類頂尖私校，手上握有幾百億甚至上千億嘅捐贈資金，過往享有比較優惠嘅稅務安排。新法案將相關稅率大幅提升，學校嘅可動用資金直接縮水，而呢一部分資金好多時候係用嚟發放獎學金，資助家境唔好嘅學生入學讀書。稅負加重之後，學校要維持營運，只可以調整獎助金嘅規模，甚至有部分院校考慮調整學費，最後嘅代價有相當一部分會落到學生同家長身上。除咗對本土學生嘅影響，整個政策入面衝擊最直觀、數據變化最明顯嘅就係國際學生板塊。美國過去幾十年之所以可以吸納全球頂尖人才，很大程度來自於開放嘅留學生簽證制度。每年幾十萬來自世界各地嘅學生去到美國讀書，不單止帶來巨額嘅學費收入，更加為美國輸送大量科研人才。好多畢業之後留低工作，支撐住美國嘅科技產業同學術圈。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對國際學生嘅簽證審查大幅收緊，簽證拒簽率上升，審批周期拉長，同時放出多項新方案，包括畢業之後想留低實習工作，要面對高昂嘅費用，令好多外國學生重新考慮究竟仲要唔要選擇去美國讀書。數據反映出真實嘅趨勢，新一學年美國國際新生人數出現大幅度嘅下滑，超過一半嘅美國大學反映國際新人數明顯減少，當中研究院課程嘅跌幅最為慘重。好多本來計劃申請美國院校嘅海外學生開始轉向歐洲、澳洲同亞洲地區嘅大學。美國作為全球留學首選地嘅地位開始出現鬆動，國際學生減少。唔單止係學校少收學費咁簡單，好多理工科研實驗室有相當大一部分嘅研究生同博士都係來自海外，留學生人數下滑，直接令好多科研團隊面臨人手不足嘅問題。部分院校被逼要縮減研究院嘅招生規模，甚至出現裁減教職員嘅情況，科研進度跟住受到拖累。講完政策同數據，我哋可以分3個層次睇透1年之後呢場高等教育戰爭留下嘅種種現實痕跡。第一個層次就係大學內部嘅生態同財政壓力。過去美國大學嘅管理層重視學術獨立，面對政府嘅要求，有勇氣公開反駁。大家聯邦科研經費係好多研究型大學極其重要嘅資金來源，一旦被凍結撥款，成個學校嘅實驗室研究項目都會直接停擺。於是就出現一種非常明顯嘅寒蟬效應，部分院校唔敢再同白宮直接對抗，面對政府提出嘅各種條件，寧願選擇妥協讓步，避免失去聯邦嘅資助。校園入面教師同學生嘅言論亦都多咗一重顧慮，好多人會擔心自己嘅研究議題公開發表嘅意見會引來聯邦部門嘅調查，自我審查嘅風氣慢慢喺校園蔓延開來。財政方面嘅壓力亦都越來越重，稅務負擔上升，國際新學費收入下跌，部分科研項目資金被切斷，多重因素夾擊之下，好多大學要壓縮開支，凍結部分課程，裁減行政人員同教研人手，即係最頂尖嘅學府，亦都要面對預算緊張嘅現實。過往無拘無束嘅科研環境，開始要面對更多現實嘅束縛。第二個層次係對美國本土年輕人帶來嘅深遠改變。對於家境優越嘅家庭，學費再貴，貸款規則再點改動，影響相對有限。但係真正受傷嘅係想靠讀大學改變命運嘅普通同基層家庭子弟。聯邦貸款嘅上限收緊，彈性還款機制縮減，民間高息貸款變成越來越多學生嘅唯一選擇。好多想讀研究院嘅年輕人，明明有能力讀書，卻因為債務風險太高，被迫放棄升學嘅念頭。如果將來大量人文社科課程失去聯邦資助，就會出現一個好現實嘅局面。有錢嘅人先可以讀人文藝術相關學科，普通家庭嘅學生只可以揀畢業之後收入比較高嘅實用科目。讀書唔再係追求知識，而係要優先計算畢業之後可以賺幾多錢。高等教育嘅多元性會因此慢慢受到侵蝕。當然，特朗普政府亦都有自己嘅一套邏輯。
佢哋認為過往美國學生債務高達萬億級別，好多學生畢業之後收入唔足以還貸，證明部分大學課程投資回報太差，要透過規則去淘汰價值唔高嘅學科，逼大學更加貼近勞動市場嘅真實需求，唔可以一味擴張課程，忽略學生畢業之後嘅生存處境。呢套講法有部分現實嘅道理，但問題就在於用聯邦撥款同貸款資格作為強制工具，由政府直接決定邊啲學科值得生存，邊啲學科應該消失，呢種做法亦都令好多學者憂慮，會損害基礎學術研究嘅空間。好多基礎研究短期唔會帶來可觀嘅經濟回報，但長遠對整個社會嘅進步極其重要。第三個層次就係美國高等教育幾十年累積落來嘅全球聲譽正在受損。從前世界各地嘅學生選擇美國，除咗睇重教學質素，亦都相信呢度嘅學術環境開放多元，唔會隨便受政治力量干預。但過去一年，全球都睇到聯邦政府可以運用經費同簽證直接介入大學內部事務，名校會因為政治原因遭受調查同制裁，國際學生嘅簽證政策反覆擺動，令好多外國家庭對美國留學嘅穩定性打上一個好大嘅問號。其他國家就趁住呢個時間窗口，積極擴張自己嘅高等教育吸引力，放寬留學生政策，增加英文授課課程，搶走本來打算前往美國嘅優秀學生同科研人才。人才嘅流動係一個長遠嘅過程，一年兩年未必會見到決定性嘅結果，但係趨勢已經開始慢慢顯現。不過我哋亦都唔可以簡單講美國嘅大學已經徹底垮掉。美國幾百間大學積累幾十年嘅師資、實驗室、圖書館同科研積澱，實力仍然相當雄厚。好多院校亦都透過司法訴訟去抵制白宮部分過激嘅政策。聯邦法院亦都曾經多次叫停政府部分越權嘅措施。學術界嘅反抗力量並未完全消失。同時，美國社會本身亦都深度分裂。對於特朗普嘅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大批選民係堅定支持。佢哋覺得大學校園入面嘅思潮已經偏離社會主流，需要政府出手糾正。所以呢一場戰爭唔單止係白宮同大學之間嘅衝突，更加係美國社會內部價值觀撕裂嘅一個縮影。未來嘅走向很大程度取決於國會嘅權力拉扯，以及下一屆大選嘅結果。如果相關政策可以維持落去，美國高等教育就會繼續沿住而家呢條路改造。如果政權輪替，好多而家推行嘅規則又有可能被大幅度推翻。正正因為充滿政治博弈，令美國大學嘅前景變得非常不確定。睇完呢一場持續緊嘅高等教育大戰，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哋靜心思考。當政府手中掌握龐大嘅撥款權力，究竟應該去到乜樣嘅界線，先唔會損害大學最寶貴嘅學術自主？而隨住美國高等教育嘅光環出現動搖，未來全球嘅留學同人才流動格局又會發生點樣嘅重新洗牌？